台中地院竟然傳出暴力的事件，這是一個因為傷害罪甲恐嚇罪出庭的查某人，伊佇咧開庭進前呢，甲這來幫聽的人扇喙皮，也毋過現場的法警並無用現行犯甲抓起來，甚至後手這開庭呢，佫改做是無公開的，互人拍的是這個律師公會的人，已經要求司法院來注重律師的安全，建立措施甲訓練的制度。台中一個因為傷害恐嚇律師去用起訴姓林的查某人，17去台中地院法院出庭，佇法庭外口拄到10多位來遮聲冤的律師，煞竟然去共拍。姓林的查某人甲台中律師公會理事長扇一個喙皮，現場的律師大聲發現刑犯，法警無隨逮捕。代志過8分鐘了後，台中轄區的警察到現場處理。審案的法官是引用法院組織法，改做無公開審理。台中律師公會理事長批評法院激放，無咧顧律師的職業安全，也夠尊嚴。法官引用的這一個法院組織法的規定，他認為說，如果說有妨害到這個法庭安全之餘，應該是制止被告，而不是把旁聽的記者跟律師全部趕出去。這一點我是覺得有點莫名其妙了。台中地院法院強調譴責暴力，講代志迄當陣法庭外口的走廊人是真濟，法警首要的任務就是隔離雙方，避免衝突變大。若傷害罪是告訴乃論，向攻擊的律師公會理事長已經隨報警啊。若姓林的查某人有妨害公共秩序，為着要確保所有人員的安全，所以改換做無公開審理。對着民眾去用拍，感覺真遺憾嘛，真歹勢。後續的檢討、警力的安排。本院對於民眾在法院內遭受暴力，深感遺憾與歉意。本院會深刻的檢討警力的配置，並強化維安教育訓練，同時也呼籲偵審機關從速追究刑責，以保障大家出入法院的安全。警方到場時，林女已無攻擊之行為，本分局仍持續警戒，確保現場秩序及人員安全。後續將林女依刑法傷害、妨礙名譽等罪嫌，移請台中地檢署偵辦。台中的警察甲這個查某人依照刑法的傷害罪，還有妨害名譽罪送辦。若是律師公會甲團體，佇今日中晝去到司法院來表達不滿，要求各級的法院愛維護律師的職業安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